各位觀眾，今日報道一單港鐵乘客嘅衝突事件。事發時間係10月22號下晝，喺港鐵旺角站大堂嘅位置。今次主角係一個情緒激動嘅兩蚊人同埋兩個男仔，仲有多個食花生嘅港鐵職員。衝突嘅起點喺列車上面，但雙方落車後再次將戰火蔓延至大堂。兩蚊人率先撲向黑衫男仔，而且瘋狂用腳踩人兼叉人哋條頸。一個戴眼鏡嘅男仔原本想做和事佬，點知兩蚊人突然轉移目標，對住眼鏡男連續使出無影腳。兩蚊人就算踢到波鞋飛脫，都要繼續追擊。期間眼鏡男多次呼籲揾人控制佢啦，但係港鐵職員只係全程跟隨，冇採取有效分隔措施。簡單嚟講就係睇戲食花生。最令人嬲嘅係，當兩蚊人踢到連鞋都飛脫，就算赤腳都要繼續追踢眼鏡男。在場職員竟然只係勸喻同埋封閉扶手電梯，但就冇上前制止兩蚊人嘅暴力行為。呢場衝突最終要等到警察到場先至平息。就住呢件事啊，呢班港鐵前線人員處理突發衝突嘅能力嚴重不足。當時有乘客受到持續攻擊，呢啲職員竟然企埋一邊食花生，直接變相縱容施暴者繼續威脅他人安全。我哋成日睇到港鐵捉人逃票好英勇㗎，點解平時一大堆人為一個人嘅畫面唔見咗嘅？咁係咪直接證明當港鐵需要錢嘅時候，佢哋就會一大堆人出嚟搶錢？當乘客有真正需要嘅幫助，港鐵就會理得你死。呢啲咪就係香港奸商咯。唔講咁多，即刻睇片，睇下港鐵職員點樣鬥住人工食花生。你唔好再企喺度，隔離啊，隔離行啦，唔該。繼續行啦，唔該。繼續啊，先生，你企喺度啊，你我叫你企喺度啊，我叫你喺度啊，唔該先生，俾咗你，我哋叫咗警察喺度打呢邊啦，唔要啊！就自己講。有聽啊？有聽啊？係咪警察啊？快點好。Ayo. The shoes fell off. High kick, high kick.我哋上去咯，其實。嚟啦，開始啊！繼續向前行，唔該。係慢慢嗰時啊，繼續向前行，唔該。好減到啊！走就走粗粗㗎啦，走。